好，我们现在把肉一条一条铺平。好，因为我们这次要气炸，然后气炸的状况可能它会比较酥脆，也比较硬啊。如果说现在不把它铺平，就是随便给它丢下去炸，它可能形状变得比较卷曲，那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掰不回来了啦，弯掉掰不回来的嘛。所以我们现在就让它变成个直男，好好成为直男。在这一趴，请成为一个直男，谢谢。哇，天哪，看起来好好吃哦！哇，然后完蛋了，我想偷吃，我想偷吃哦！天哪，哇 ，OK， 炸肉，我操，有神啊！够想要吃的啦，快开小好吃的吼！啊，好想先吃哦！我不管，我要先吃了，我要挑一块先吃。好啦，挑小块的啦。啊，这块。いただきます。好好吃哦！赞。水需要425。OK， 刚刚好。啊，429啊，多了一些，快点再弄起来。接下来，酵母粉大概8.5吧，啦9也没关系。那我们就加进去水里面咯。不管今仔日是成功也是失败，我拢会尽量做较好啦吼。搅拌一下哦。待会酵母粉溶解之后，就要把所有的面粉加进去我们搅拌机揉成面团啦。好，接下来是我们这次馒头的重头戏主角——面粉，850下去吧。哦，差不多啊。差不多了。OK，850。564，好了，不是，我在讲什么？854，好了 ，OK， 开始搅拌喽。那我们要给它低速搅拌喽，开始吧。好，来，我们来变成面团的部分哦。感觉是猪猪可以拿起来手搓的时刻了。从一种搅拌器这边，再稍微用手揉，因为有些地方搅拌器毕竟也是 AI 啦，不如靠人工去把它细化。来，我们现在即将把这些面团形成一个3光，不是2光哦，3光哟，来这边拿动这个烘焙用语，等下再去找一下。来，这个3光，所谓3光什么？来，面团非常光滑吗？我也不知道。总之它现在很好揉，对，比例抓的也还蛮漂亮的哈。来，手光不算光，这边也算光好啦，但是至少没粘手啦。就是你在揉的这个当下，手上有一些温度。我是觉得手揉会让馒头更有筋性，更好吃。来，第3光是什么？锅子光，对，就是手不粘，锅子也不粘，馒头本身也是很平整。好，那我们差不多要进行染色喽。压低啊！现在染色必须动作要快。总之，我先看这一大坨漂亮的面团，总重几公克哦，真多的。它真的好漂亮，超美。我们这个磅秤消毒过了，直接量。1326，好的，1326，谢谢大家。
起来哈，用我们这个馒头布盖起来。1326，我想一下怎么分配，有骨头，有皮，有肉。我想一下哦，这一坨1326，我们皮抓600。好，我们来切割一下，来皮抓600，1326这边哇，将近一半了。皮的部分水亏啦，看一下。水亏啦，692，来再来减掉一些，612，好 ，OK， 我们皮抓600，对，而且里面哇，它已经在呼吸了，我们的酵母已经在里面呼吸了，这个面团好美哦，啊，好好吃哦。好，快点，我们皮的部分抓好，快点先用馒头布盖起来。接下来要抓骨还有肉哦，好紧张哦，因为听说染色速度要快。呵啊呀咿呀，我们现在快点要来皮的部分染色哈。来，现在啊，面团实在是很棒，对我们这个是好面团。究竟什么是坏面团呢？这我也不好说。来，我们这次染色皮的部分哦，算是这一次比较占大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用可可粉跟红曲的部分哦，把它做染色，红曲可可粉。其实我也不知道加多少然后啊，可可粉好香哦，然后剪一小。適当にわからないどうする適当にしようか青菜啦这要要乱我要乱偌济呢来要哪安尼好无就先安尼啦你看卖下吼先安尼我也不知道到底要加多少適当に揉进去喽，我们揉，可以了，揉进去哦，慢慢揉，慢慢给它颜色染进去，一下，棒哎，大理石颜色跑出来了，这个很好比了。我都觉得我会去打工服，你知道吗？那个水宝贝帮我上一下那个赵薇的那个公主，谢谢。你在这馒头啦，对对，馒头。因为这馒头哦，这是一个很棒的有氧运动哎，对我称之它为核心跟有氧运动，没办啦。但我们皮的部分染的差不多了，哦，但是我觉得红曲部分可以再多加一些，但没关系啦，好的啦，是有，好，咱推火婚，走到天荒地老，然后因为我很担心其他的那个骨头跟肉的部分已经开始发酵了，所以现在目前我请机器带我揉一下那个怎样？那个应该是骨头的部分。好，骨头的部分我们通常待会我会抓给大家看，不需要染太深，好，有一些那种微微的浅的骨头色就可以了。好，目前我们的那个皮的部分染非常成功，4个来洗。好，我刷的来骨头的部分，来，骨头部分我抓出来比较微亮的可可粉，所以其实它并不是白色的，它是微亮的一些可可粉，浅色系可可粉。那我们跟目前还没有染色的这个白色面团做相比，你看有没有一些微微的浅的可可色，这样就可以了，让白色做一个区别。那最后这一团呢，其实它是要做最深的肉色，对，但是唱嘛。快点，时间不够。它现在必须是要做最深的肉色。好，
种子、骨头还有皮，我们先处理好，然后我们接下来要把这个肉色也做一个蓝色哈。哦，兄弟呀，来，我们现在总算把所有的面团都整理好了哈。来，基本上，这是骨头的部分，然后这个是皮，等下，这是皮的部分。皮的部分我刻意把它色差做明显一点，也就是说皮，稍微比肉还要再淡色一点啊。对，然后肉是最深的，最深的肉块。然后那肉的比例，目前馒头的部分比较少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这边有蒸肉了啦，这是昨天刚炸好，然后猪猪快点急速冷冻，然后现在就从冷冻柜拿出来。然后芋泥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拔进去哈，是啦。来，那我们来开始吧。接下来我们骨髓的部分就铺上芋泥哦，然后基本上啦，骨髓基本上有大有小的状况，所以有些猪猪做大，有些猪猪做小。我觉得不用太刻意。我想把全部的芋泥吃掉。为什么不是我吃？好，接下来我们把它包起来了。好，接下来把芋头，有芋头的骨髓，这要切多大段？其实猪猪也不知道哎。之后就要包进去这些骨髓啊，对啊，有大有小。现在我们骨头处理好啦，骨头，这个是皮，这个是肉。皮应该有比较稍微偏红色一点啦，因为我红曲加比较多，然后这个是肉，肉我们和平版的等一下再做，先快点把这个 Gas 版的完成。一样，把肉放回去，盖上湿布，它才不会干掉。皮每一颗23克，皮的部分擀平喽，好紧张哦！我们先要把肉跟骨头放进去，真的肉，其实动作真的要快耶，因为像我一直在膨胀，它一直想要长大。一直想要让我长大，让我出去这样子。整理一下，整理一下。这个是还没发酵过，等一下，救护车。大概是这样子，但是你要等到它发酵膨胀之后，应该形状会更加的像。我发现这真的好有趣哦，这真的会越做越像。这也太有趣了吧！而且其实骨髓它一直在膨胀，可是包进去之后，它就会跟肉形成一个很巧妙的一个，该怎么说？好，我们就先包。而且今天怎么这么多救护车啊？发生什么事情了？真的好扯哦，会越包越像哎。对。等一下，我把它塑形一下。哇，没有，看这个越包越像，好酷哦，超酷的，有没有？而且是在还在蒸之前哦。哎呦，等一下，好，一颗，完成了，快点，我们现在再跟时间奋战。等一下就要快点拿去
锅子已经是蒸了，我又录影了，好吧，那就录影吧。有没有？其实包起来很像哎，我还没拿去蒸呢。我们现在发酵完之后来看看，噔噔噔噔噔，哇靠！妈呀，好像真的还蛮像的哎，很厉害耶！啊，自己讲自己厉害好像不太好，但是我真的觉得他妈真的还蛮像的哎，真的耶！好，我们现在已经给它一段时间发酵了，我们可以进电锅了。在那之前，我们就如同配方上面上个什么血水类的嘛，我也不知道。就听说这样子会有一些更蒸起来会更像的肉色吧，我也不知道。好了，我们再就照做，就照做。我们来看电锅的如何。哇，漂亮耶！哇，天哪，超美超美。OK， 太好了，又是一堆蒸汽，够事业啦，电锅。电锅的成功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瓦斯炉的部分。够坚定嘞！恰，哇哦！是哦，嘛成功啊！哇，好漂亮哦，超美的。兄弟啊，咱个成功了哦，够水耶，赞哦！哇，真的够赞，哦，不错耶！哇，兄弟呀，我们蒸起来真的是有够漂亮的，而且给你们一个惊喜，加！迪卡就连面线都做出来了，你看，太宠你们了，你们看。迪卡嘎米刷，迪卡米刷，哇！真的要给你们一个超级大的7月普渡不应该是对啦，中完普渡7月啦，7月普渡好礼，真的是大礼包哎！哦耶！天哪，看得我自己肚子也好饿哦！哇，好，马上开动哦！好，漂亮。哇，好哎，总算完成了！而且我就连面线都做给你们了，你看，太宠你了！哇，我现在来挑一个可能不是那么好看来试吃啦，哈，这骨头大到有点夸张哎，这骨质非常硬朗。这个好了，小丑的好不好？我来试试看看喽。对啦。真的不错哎，好成功啊！太棒了，然后。先昂等的面夹哦，好老舍，昂等的面夹，然后其实吃晚餐就不好吃，很饱足哎，太棒了，好可口，而且我觉得最棒的是啊，今天一整个就是可可粉，但是我的裤子居然没有被可可粉攻击，还是白的，超赞，好成功，大成功，哦耶！